说，朱兄，咱们要不商量商量？血色褪去，看来他坚持不了多久了。这灵石，哼，还真不少，怪不得要杀人灭口。此人机关算尽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得了这么多新法器，得谨慎使用，免得引来麻烦。这是，看来不是朱兄，是朱姐啊。白玉蜘蛛的卵可以培养出来当做灵宠。
看来你们还挺喜欢这儿。这是血雨之珠，别看现在个头小，将来可了不得。你是没见过他们的家长。怪不得此地灵气稀薄，难道是你们搞的鬼？捕捉方法：自冲群凶厉无比，水火不侵，困于玉石，与诸类奇虫相克。哼，这不是巧了吗？怎么，这就怕了？雪欢，还是你来吧。试试惊喜灵气。不小。喜事精细灵气，与诸相克，困于玉石。看来真是石金虫无疑了。唉，只是可惜了，我养了那么多年的灵虫，都给我吞了。且看你们拿什么来还吧。
真是天助我也！亏得小丑见到此人背影时有所触动。这血雨之主现在何处？还不速速放出来，让老夫一观！小白、小玉，原来这老魔要聊的是他们。若是拒绝，不行。前辈既然发话，晚辈敢不从命？太好了，果然是血雨之主。真是天助我也！你怎么会有血域之珠？既有此物，为何一开始不告诉我？老鬼，此前处处下桃害我，我又为何要告诉你？罢了，计划有变，说不定又是一场托天富贵等着你。基因这逆徒一定会邀你去那边的，你且与他虚与委蛇，尽管去就是了。我会暗中尾随，接应你的。连玄骨都这般动容，小蜘蛛他们身上究竟有什么秘密？小友，血域之珠与基因投缘，原本就是老夫座下的灵兽，只是多年前因故丢失。哼，没想到落在你这里。看在你养育有功，以前种种，老夫都既往不咎了。只是这血域之珠却是要物归原主的。不过老夫也愿意给你些补偿。你是要灵石呢，还是功法？前辈，晚辈也想成人之美。只是这蜘蛛，自晚辈得到手以来，便是时时以惊喜喂养，早已与在下血脉认主。即使此刻现与老祖，恐怕老祖休要唬人了！血脉认主了不起呀，别想着坐地起价。哼，真以为老子不敢杀了你呀？吴道友说笑了，这血脉认主的功效本就是为了危急时刻人猪一体，元神自爆。若是道友执意出手强夺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禀老祖，韩某虽是一介散修，也是有一些骨气的。若是老祖不想平白间的血域之珠横尸于此，还是请放韩某离去吧。有趣的小辈，竟然还知道以进为退。哼，可惜老夫想要的，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不过，你也不必为了这件事情赔上性命。若你能指挥着血域之珠为老夫办妥一事，老夫就带你进出内殿一趟。这内殿之中随便一样东西，对于结丹期的修士来说，可都是至宝啊！谢老祖宽宏大量，但晚辈福薄，修为尚浅，能闯过外殿第一关已属侥幸。至于这内殿，实在是消受不起。哼，姓韩的，老祖宽宏大量，如今更是要好心好意的带你去内殿，你竟然还推三阻四。
你以为去不去是你说了算的吗？你快答应！若不就范，你根本无法离开此地。老祖恕罪。韩某以散修之身修炼至今，靠的就是这点骨气。若是这位巫道友继续强压晚辈，在下还不如与这蜘蛛一道自保元神，也好过受人折辱。好，老夫很喜欢有胆识的后辈。本祖师自然不会强夺你的灵宠。不过，这血域蜘蛛，老夫也要定了。你若不肯割爱，就跟老夫走一遭吧。内殿机缘无数，寻常结丹修士可是根本触及不到的。遇到危急时刻，老夫还会亲自保护于你，绝不让你空手而归的。好了，韩立，赶快动手吧！待取得虚天鼎后，为师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此物名曰乾蓝冰焰，乃是世间至一之寒之物，染上一丝，连元婴都会被炼化。传说此火并非我们这一界应有之物，也不知那些上古修士如何找到这一团的。这世间唯有几种奇虫异种不怕此焰了，就比如你的那头血域蜘蛛。大名鼎鼎的血域蜘蛛，长到这样大，极难呐！阿拉鼎是比金丝蚕强多了。小子，还真有点本事。你自己小心，怕是这饼拉得越快，你死的就越快。结丹期的就不要在这里添乱了。去祭台底下等着吧。走。我会用变异火蟒帮忙拉鼎。至于小徒韩立，还要麻烦青兄护住一二了。放心，青某是绝不会让韩小友出什么意外的。韩小友，放心，稍安勿躁。徒儿，莫怕。在场的就没有一羽之辈，看来只有出点真本事了。小白，看你的了。
方虽已服药，却难以持久。要想成功取鼎，还要靠你的血域之珠。好徒弟，加把劲儿！若成功取鼎，老夫绝不会亏待你的。徐天鼎已经晃动了。蛮兄，把狂暴之术给血域之珠加持上。小白，这才是该有的样子。老子还不快乐？欺人太甚！给他加把劲儿！小心点儿，徐天鼎被提起的瞬间，会爆发出比先前还厉害数倍的寒流。当初这一晚，只让多少修士都吃了大亏。看来前人也试过不少次，都失败了。难道这接下来还有什么关卡？快了，快了！这鼎已经压不住寒气爆发了。得见徐天鼎真人的机会，还真是千载难逢啊！什么人？出来！坐好。血域之珠。没办法，死透了。小白，可恶！可恶！可恶！范本主，这好一个行宫，好一个金宫！千算万算，终究是棋差一招。真是晦气！功亏一篑，可惜呀。韩立，开始吧。
撑不了多久，你快点！计划什么？怎么这么慢啊？若是几个老魔提前赶回，可就糟糕至极了。太霸道了，连这台子都承受不住，这要怎么取顶才好？他怎么还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？难道他的功法不怕这冰焰？韩立，看来我们得分工合作了。你负责彻底将鼎取出，我负责对付黔蓝冰焰。如此甚好。不过，前辈准备用何办法对付这黔蓝冰焰？那就不劳你操心了。看到老夫这玄火阴火了吧？虽然不能与这黔蓝冰焰抗衡，但是将其困住一会儿，还是可以做到的。你就趁此机会将鼎取出吧。这头蜘蛛炼魁也归你了。这老狐狸，为了此刻不知准备了多久了。就依前辈所言。不对，他筹谋了这么久，却如此放心将取鼎一事交给我，就不怕我取了鼎就跑？莫非他的目标根本不是这鼎？而是黔蓝冰焰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恐怕他得到冰焰后就会马上与我翻脸。这老狐狸，竟然在我们这么多人眼皮底下，还想瞒天过海收取此货，当真是好算计。不管了。先取了虚天鼎再说，万一打不过，大不了弃了这鼎，也能换得一线生机。
如此就到手了。小白，还有小玉，当真可惜。